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28章，遵行诫命受祝福。你若真正听叹上主恁的上帝的话，遵行我今仔日所命令恁一切的诫命，上主恁的上帝要互恁比天的万国搁较强盛。你若尊叹上主恁的上帝的话，这福气就要丰丰富富临到恁。恁伫城镇、伫乡村，要得到祝福。恁生的儿女、土地出产的、前生的，以及牛仔囝、羊仔囝，拢要得到祝福。恁的篮仔甲炒面粉的盆，拢要得到祝福。恁出恁入，拢要得到祝福。遐会攻击恁的对敌，上主要互恁甲因拍败。因对一条路来攻击，要伫恁的面前对7条路逃走。上主要互恁的七仓满满，事事亨通。上主恁的上帝要伫赏赐恁的地赐福恁。恁若遵守上主恁的上帝的诫命，行伊的道路，上主要照伊对恁立誓，设立恁做伊圣洁的子民。天的万族看见恁属伫上主，就会敬畏恁。上主要伫恁对恁列祖立誓赏赐恁的地，互恁所生的、前生生的、土地出产的，充足有春。上主要甲恁开天顶的宝库，照季节落雨，互恁的土地，互恁事事亨通。恁要祝福真济国，毋过毋免甲人祝。恁若听叹我今仔日所命令恁上主恁的上帝的诫命，切实遵行，无偏左偏右，离开我所命令恁这的话，去服侍别个神明，上主就会互恁伫列国中做头，无受支配。违背诫命的后果，你若无听叹上主恁的上帝的话，无切实遵行我今仔日所命令伊一切的诫命甲规例，这的咒诅就会真紧临到恁。恁伫城镇、伫乡村会受咒诅，恁的篮仔甲炒面粉的盆会受咒诅。恁所生的、土地出产的，以及牛仔囝、羊仔囝，拢会受咒诅。恁出恁入，拢会受咒诅。因为恁做歹去杀我，上主要互恁所做的事受咒诅、搅扰、扰乱、执法，直到恁真紧完全受毁灭。上主要互瘟疫吐出恁，伫恁入去生接的地，甲恁消灭。上主要用气痨、热病、发炎、毒热、抗旱、火烧风、病害攻击恁，这个拢会对入恁，直到恁灭亡。恁头壳顶的天会变做重，袂落雨；骹下的地会变做铁，遐尼重。上主要互土沙粉代替雨水，落伫恁身上，直到伊甲恁消灭。上主要互恁伫对敌的面前刣输，恁对一条路出去攻击因，会对7条路逃走。天的万国看到恁的情形，会着惊。恁的身躯会成做空中飞鸟甲地上走兽的食物，无人甲因赶走。上主会互恁亲像早前埃及人生疮，搁生痔疮、湿疹、癣，袂医治。上主会互恁掠狂、青眠着惊。恁伫日中昼会亲像失明的人伫黑暗中望来望去。恁做的事袂亨通，常常受压迫、受抢夺，无人救恁。恁甲查某囡仔订婚，别人会甲伊做伙困。恁起厝无通住，恁栽种葡萄园嘛无通收遐个果子。恁的牛伫恁的面前，互人刣死，毋过恁食袂着肉。恁的驴伫恁的面前，互人抢去，搁讨袂转来。恁的羊互人掠去，无人帮赞恁。恁的查某囝会伫恁的面前，互别族掠去。恁的目睭规日紧紧看，等恁转来。
毋过恁无能为力，恁的土产甲恁劳苦得到的，会互恁毋捌的民族食了了。恁会常常互人欺负、受压制，直到恁因为拄着会惊慌掠狂。上主会互恁对骹底、骹头污、骹腿到头壳顶捌着袂医治的毒疮。上主会将恁甲恁所设立管辖恁的王迁徙去恁甲恁的列祖毋捌的国家，伫遐恁要服侍别个神明，是用柴甲石头做的。恁伫上主赶恁去的列国中，人会将恁当作俏谈，甲恁踢笑，搁因为恁拄着的情形着惊。恁伫远年也真济种子，毋过收成真少，因为草蜢来食。恁栽种搁收种葡萄园，毋过无酒通啉，无果子通挽，因为虫来食。恁全国种橄榄树，毋过无油通抹身躯，因为橄榄落了了。恁的查某囝袂当留伫身躯边，因为因会互人掠去。恁的树木甲土地的出产会互草蜢食了了。住伫恁中间的外族人会哪来哪尊贵，恁会哪来哪卑微。因有通照恁，恁无通照因。因会做头管恁，恁会做尾。遮个咒诅拢会临到恁，对着恁，甲恁掠条条，直到恁灭亡。因为恁无听趁上主恁的上帝的话，无守伊所命令恁的诫命甲规例，遮个咒诅会临到恁甲恁的后代，永远成做记号甲警戒。恁无伫逐项富裕的时，甘心乐意服侍上主恁的上帝，所以恁会做上主找来攻击恁的对敌的奴隶，直到夭餓、喙焦、脱体，一无所有。因会用铁的担挂伫恁的颔棍，直到恁灭亡。上主要对真远的所在兴起一国，亲像鹰鸟真紧冲落来攻击恁。迄国的话恁听无，因的人面向改改，袂尊敬老人，袂疼惜囡仔。因会吞食恁的精生所生的，甲恁的土地出产的，直到恁灭亡。搁将恁的五谷、新酒、新油、牛仔囝甲羊仔囝食甲无剩半项，直到恁饿死。因要伫全国逐个城围困恁，直到恁所倚靠关台搁坚固的城墙拢倒坏。因要将恁围困伫上主恁的上帝所赏赐恁全国逐个城。恁伫困逼困苦的中间，要食家己的亲生囝，就是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的后生查某囝的肉。恁中间温和有同情心的人，会冷淡对待伊的兄弟，伊所疼的某甲剩落来的囡仔。无要将家己所食亲生囝的肉分一点仔互因，因为恁伫逐个城受对敌围困，受困逼，拢无剩半项。恁中间温和有同情心，平时毋敢脱赤骹踏涂的妇人人，会冷淡对待伊所疼的丈夫，甲伊的后生查某囝。偷偷食伊生落来的胎盘，甚至食家己生的儿女，因为恁伫逐个城受对敌围困、受困逼，拢无剩半项。恁若无切实遵行这本册所记载律法的话，无敬畏上主恁的上帝，永远通敬畏的名，上主就会用恁想袂到的灾厄，就是大搁久长的灾难。严重搁长期的病，降落互恁甲恁的后代，伊嘛会互恁所惊埃及人的病，拢临到恁，甲恁填地，永远医袂好。连这本律法的册无记载的病甲灾厄，上主嘛会互因临到恁，直到恁灭亡。恁以前虽然亲像天顶的星遐尼济，毋过恁无听趁上主恁的上帝的话，所以恁剩落来的人口大大减少。以前上主意爱好款待恁，互恁人口加添，毋过以后上主意爱甲恁毁坏，甲恁消灭。
恁嘛会对入去承接的地受培出。上主会互恁四散伫万国中，对地的即边到地的迄边，恁会伫遐服侍别个神明，是用茶用石雕刻恁甲恁的列祖毋捌的神明。伫遐个国，恁袂当有安定的生活，无定居的所在。上主嘛要互恁伫遐心神不宁，目睭无清彩，精神衰败，恁的性命无安全，暝日提心吊胆，性命难保。恁会因为心内的惊吓，甲目睭看到的，早起时要讲天若还袂暗，暗时要讲天若还袂光。上主会互恁坐船倒去埃及，行迄条我捌吩咐恁毋通搁倒去的路。伫遐，恁会卖家己，互对得做奴仆女婢，毋过无人要买。